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玉美老师今天又要带大家来做瑜伽运动了。玉美老师哈，也承认哈，最大老天本来最大的礼物就是瑜伽。不过呢，玉美老师要老大家分享，又简单，好又唔会难，又按重要的所有的关节的动作。好，今日呢，玉美老师要带大家来做仰肩。好，相亲朋友啊，相信哦，大家一定有颈肩的眼高的问题啊，或者放起来些啊，有落枕啊，哎呀，颈肩眼高的又唔会向左偏有问题，向右偏又转唔过来，故所呢，预防胜于治疗。咁样的呢，要颈肩按7节，哈，有颈椎7节，咁样的来照顾佢呢，哈，平常呢，寒天的时候哈。你颈肩要保护，围围巾哈，围围巾保暖哈。个呢颈肩哈会影响到你的喉咙哈，那个喉咙会吞咽啊，吃东西啊，吞的时候啊，你看到当多老人家哈，都会被吃东西呛到，好做安尼就生命就没了。哈，当多老人家因为哈吞咽困难啊，哈变到吃唔落东西，哈吞唔得落。啊，也后人头就退化呢。故说呢，玉美老师讲大家做的也安尼喉咙的运动，个颈肩的运动，迄很重要哦。因为人家的颈肩的气脉，迄连到头啦，那头呐，迄个全部中枢神经指挥官呢，无安尼头脑，就冇办法指挥人讲，哦，那做嘛个，做嘛个。故说呢，也哈大家哈抽张了，哈，也颈肩最重要的哈，第一就是那个安尼下颔，要下颔哈一定要安尼，好下巴要往前，下颔向前的时候，后背个安尼颈椎嘛哈，后背颈肩才会出，迄门咧下颔要安尼，好，你就会胸口掉下来哈，各位呢，个后背颈肩哈折到了，好，就安尼安尼压迫两个神经的。不说人家做颈肩的第一个动作，你就要抽张来，好，下巴不用多呀，人家先抽张来，你先抽张来，好，不用多呀，好，各位人吐气，深呼吸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故说玉美老师呢要提醒大家哈，做颈肩的时候要动声音，要动声音，要动声音。好，因为当重要，故说讲3遍。因为哈，你看哈，当人讲哦，我是做颈肩的运动，做系安尼练，安尼练，好，安尼系非常危险，好，当会老颈肩受伤呢。因为安尼颈肩哈，当脆弱，当维系的神经哈，也有淋巴呢哈。你看当到那个咽喉癌啦哈，喉咙啊气管有问题的。故说平常用训练呢，第一抽张来，好，第一个动作，好，下巴往前，好呀，胸口不用强耸，好，吸气的时候，吐气，吸，好呀，下颔向当方，老呀，全部的淋巴来开来，好，慢慢的张转来。要淋巴来开来呢，甲气脉就会畅通哈，就唔会阻塞。哈，都第一个动作就向前个向当方，做6度哈，同亲朋友向下来看玉美老师，你起得没好，坐得没好，你看电视唔坐得昂硬看天天，你向下做，好，你将会带人家健康。好，第一，不用前面，不用强耸，吐气，好，吸气。好，听一刀吐气，不用强耸。好，吸气，呀哈，压胸脯，来上来，全部来上来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强耸。好，第3刀。好，转来不用强耸，有痕做有鬆，有來做有彎。鄉親朋友做得當好哦，你就向我做得非常好，慢慢吐氣。做戲人盡量冇講話，因為老師係因為要教人哋要分享，講話會影響到喉嚨哈。好，慢慢的向當哈。好，
慢慢的吐气，不用享受。好，最后一道咯，看向东方去呀，肩头打开来，停下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再来。那个呀，钢琴哈有四个面向哈，有向前、向左、向右。好，故说乡亲朋友呢，你停停做哈，顺序要错个哈，唔好顺序唔错个，唔好一下子用力眼前的哦，安尼哈，动会扭到。好，故说讲落枕啊，放床去啊，钢琴会不舒服哈，这些唔好用两个顺序比暖身够放强。整个放松哈，好，听音乐通早哈，你手张来，好，要咩下眼哈，要下巴轻冲腰，安尼，做唔得安尼。乡亲朋友，你假使讲你看平常你做钢琴的动作安尼做是错误的，好，你要牢记，来前来，然后后背钢琴存出来，你这样开始做弯曲扭转的动作哈。你手张来去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不用到右片，你感觉牙一片来开来，好，感觉牙一片被挤压，好，你假使讲肩头你会挺痛的话，你就不用这样固定哈，吸气，好，按呢，转来，有看到玉美老师讲重点吗？好，下巴往前压一下，好，当做助片，好，你可以目住眼睛闭起来做。好，慢慢吸气，转来。好，乡亲朋友，玉美老师叮咛大家哈，边教大家做，皮大家做，同大家讲哈，心脏有问题的人，哈，假使讲人心脏有问题，哈，也係個老人家，唔好起定做呀嘅鋼琴嘅動作，唔好坐定做啊哈，唔好坐定做。好，你假使呀固定好，肩頭固定好些呢，你就坐上來。好，玉美老師重新講哈，下巴往前。吐气，肩头向右片，好，停一下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停一下，好，慢慢吸气，头吸气，然后头拿个不用转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多做片，好，停一下哟，吸气，好，个不用强松，记得咯，你转来去头拿，拿转来去哈，回复去，要下巴往下，也一天哈，動到身上唔會交代，唔會貼喺交代人講，也個下眼嘅安尼位嘅哈，下眼嘅位嘅真係真正嘅嘅安尼，也個關鍵哈，也個唔會受傷嘅關鍵。哈，故說可以慢慢的做左片，哈，右片，哈，左片，停一下，右片，停一下。印度老師講，假使一個動作可以做20多的話，你就有治療的效果。好，平常哈，唔好講治療，你就講保養啊、健身哈。假使你真嘅有問題的話，你就重複做。好，也係聽呢啲動作哈，係左片右片。你加強一些，你做較沉的話哈，你就可以下巴好往下。各位看玉美老師哈，豎肩頭，好，肩頭放起來，好，你肩頭。你的肩膀碰到右耳朵的時候呢，哈，你會加強那個左片的鋼筋肩頭的安尼伸展哈，好，慢慢的不用下去，好，吸氣。你看一下人，好，規日嚟看手機，好，規日嚟頭腦中來，這樣的只是弄某邊，那個頸椎就受傷了，好，慢慢吸氣，好，停一下喲，你個老壓不用下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同樣哦，記得玉美老師交代哦，哈，然後下巴下眼，往下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鄉親朋友，你看啊，大家就看書記嘅哈，你就會安尼看玉美老師嘅反過來抽過人家看，你就會安尼，規日就安尼，要鋼琴後背就來到嘅有嘛哈，你要做反方向嘅動作，你要慢慢的抽上來，好，肩頭要抽上來。鋼琴要轉來，我規日安尼，幾多小時下來過後，你就舒爽嘅，有冇？故說哈，也係山西哈，咩好啦，咩快，好，故說就大家自家照顧自家哈。第三個動作，你要抽上來哈，要做扭轉，肩頭冇停通啊哈，下巴目足平視，目足看正前面的動作，
给远方呢，给安尼语的哈，唔好低头，唔好抬头，你就手张来哈，下巴慢慢的吐气，转转转，你转到后背，好，慢慢的底下头去吸气，那肩头唔好停停转，肩头要过来，安尼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好。慢慢的哦，慢哦，因为老师音讲慢，要很懂温柔哦，哈，好，慢慢的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要懂冲腰哦，好，一般人家都唔会按尼转，好，慢慢的，慢哦，因为给安尼讲紧哈，还懂经纬，懂冲腰，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慢慢的哦，转过来，天海哦，乡亲朋友，听到呀，肩头带正来，好，慢慢的头去吸气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因为老师音讲啊，慢慢的哦，慢慢的转来哈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过来，慢慢的吐气，乡亲朋友，你得做到当好哦，有享受嗰种感觉哦，好，瑜伽哈，唔係講要做幾多。最重要做瑜伽，做要享受，要感覺也感覺係酸呢，也感覺係鹹呢，也感覺係爽呢，你去感覺，要感覺跟感受，好，一下呢，自家做，假使講哈，知道講，唔啱夠不舒服誒，一個瑜伽棒，哈，一個按摩棒，好，你就輕輕嘅哈，安尼，好，安尼啊，安尼。好，然後佢安尼刮刮啦，也後輪啊、喉嚨啊、喉輪哈，那個瑜伽有7個脈輪，那希望有脈輪哈，也安尼後輪頭啊，當重要，哈，嗰時候呢，你接吞後蘭水，嗰個生津止渴，會上安尼後蘭水，也身體也後輪頭就會當健康。好，鄉親朋友，你都做到當好哦，繼續哈，當日記得哈，練下個頸部運動哦。好，人家哈撩一下，深呼吸，先撩一下，不用輕鬆。鄉親朋友，好好運動做瑜伽了。因為老師呢，繼續老大家講。強健的重要，強健的運動，強健的保護，哈，咁樣嚟個下深化它，個下做到更深入哈，個讓人嘅強健哈，可以都隨時都可以唔會傳染咩，唔會落枕哈，好，那個強健呢，之前那個3個動作哈，第4個動作，你講烏龜伸緊式，你知道個烏龜啊哈，古葉哈，你就幹呢。伸個頭，好，夾個強健安尼，存來存去，好，其實活了500年、300年、500年啊，算100年以上的啦哈。嗰時候強健看幾重要的做好，哈。然後前面呢，玉美老師講過的哈，不過玉美老師佢同大家複習，當家嘅複習一遍過後，然後嚟做個烏龜伸緊式哈，強健的重要咩？就係強健的連接。頭腦個身體嘅高速公路，也希望呢，我經過安尼頸部嘅淋巴、頸部嘅氣脈，嚇，個一下最重要3C 數據嘅問題，大家就會按呢，嚇，強健就唔記得抬頭挺胸，嚇，大家就低頭族。你看，你去做捷運啊，坐公車啦，你出去啦，公園啦，出得老人家哈，較無初衷之外，所有嘅就是手機低頭族啦哈。嗰時人一下呢，呼吸一下，前面呢3個動作，嗰進行烏龜伸緊式哈。好，第一跟手掌來啊，第一強健向前，向上，好，不用強鬆，向前，好，向上。好，吐氣，頭吸氣哈，強健向前。好，吸氣的時候向當個。好，也係貼，我也先做順序的錯。好，聽一右片。好，再來左片。再來，因為老師有講過了哈，也行啱我到了哈。聽一刀，
好，站来，好，再左片，好，慢慢的头起，站来，因为要呼吸哈，故说玉梅老师就好，你做嘢做嘛按摩做，眼睛闭起来，因为眼睛闭起来哈，让人能量，让人个所有的专心，好，不用讲也讲紧，去感觉，去感觉也讲紧咯，去享受佢啊。好，慢慢的，好，也还听音乐。好，第三哦，扭转了哈，手上来哈，左片。好，慢慢的站来，乡亲朋友透气哦，吐气，身体莫停痛哦，降紧停痛就好啊，吸气，好，做3多呼吸哦，吐气。好，吸气，面带微笑哦，当向书。同向书两个动作，安尼呢，凊彩让个扭做最有效，扭做最有效果出来。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最后一道咯，吐气，好，吸气，好，然后到时呢咯，轻松要乌龟伸紧式，哈树哈，前边个向前呀，好，也降紧哈，平的出去。莫安尼，好，咩莫安尼，好，你说目珠平平的看前面，好，下巴也肩头向前莫停痛，好，吐气，唇都长长，好，慢慢的吸气的时候，双下巴，好，各位来起来，后背肩头，后背降紧肩头，来张来，好，各位张。提醒自己张可以是个哈，好，扣住哈，稳定两个胸前跟肩膀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来冲，你来当冲的时候呢，两个降紧后会挤呀，会酸软哦，好，慢慢的顺来的时候，双下巴，各位来冲，好，很亲朋友看到哈，你做假使你做关的时候，你会固定呀胸口的时候，你就手张来，好，肩头往后，下巴往前，好，动作越多哈，效果越好啦。我知道这样好丑哦，唔怕，安尼效果较好。好，舒展来去，好，双下巴，个后背，然后后背个降紧后背的肩头来冲来，好，保持自然的呼吸哦。好，个不用轻松，过来哈，四手要做8度、50度，好，记得咯，要跟到乌龟伸紧式，给乌龟啊哈，龟也有嘛，安尼，你看人家个身体拢无停痛咩，有嘛？做迄降紧，存一下，好，揪一下，存一下，揪一下，安尼存降紧，揪转来，好，然后后背个安尼，后背7节颈椎肩头来长了。好，你从来做8度好嘛？好，先玉梅老师前面4度哈，然后搞你要固定哈，也纯降紧，也系我喜马拉雅瑜伽传承啊最经典的动作。好，舒展来，肩头来长，好，慢慢的来出去，存出来，哎呦，动酸呢，好。好，双下巴也会不会降紧？好，你就会丑脏脏哎，你就会丑脏脏。好，3，再来吸，来出来。好，再来，纠正来。存出来。思考哪乡亲朋友，你同玉梅老师看下做嘛？好，再来。好，加3度哦，加3度，沉出去。好，来转来，肩头来存来。好，记得咯，也唔好停痛，打开来。好，下巴出去，存出去，停一下，去感觉也降紧。好，扭转来，很刻意的哈，按你接着按你做，你就会。给降紧呢，就唔会有长骨刺啊，有冇哈？长骨刺啊那问题，
好，手正了，好，改到哦，好，重点哈，因为老师佮讲改到，呀，下眼唔好向东方，下眼唔好向东方，唔好向下来，平诶，下眼平诶，呀，肩头，好，胸口唔好挺痛，好，手张来，平平哦，安尼出去，吹一下。停哦，这个心肚放酸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算5度，从9扭来，好，后背嘅安尼降紧，来绑张来，好，安尼算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最后安尼哈，当一练，好。也得个做好些呢，哈，你做漳州的，降紧漳州的绕圈圈哦。你做唔得哈，你看广东人讲哦，你看啲公园啊，广东人讲安尼，害来安尼，玩来玩去，其实係当面向的哈。啊，因为瑜伽喜马拉雅传承1-2000年的哈，所以安尼教人用来保护，用来保养，安尼降紧。好，一头做好些呢，漳州的哈，绕圈圈，下巴往前，好，向左片之后啊，够上来，向右片，好，各位向前面，安尼算一天。做唔得安尼啊，乡亲朋友，你看玉美老师做错误的哈，唔错嘅做法啊哈，安尼，啊，安尼做。就肩头就绑到，就受伤了。你受伤哈，跟脖子受伤，跟肩受伤，懂米香的。我说千万唔好，安尼算，安尼是错误的颈部运动哦，懂米香。大部分人唔知安尼道理，唔知安尼原理，好都用绕的。我说正确的方法做唔得往后，佮降紧做唔得安尼，唔好做唔得安尼屈下去，做唔得安尼屈下去，降紧做得安尼，好向侧咧，好向左向右，做唔得安尼玩。除平常因为老师做瑜伽做动动员的，佮基础动好，唔常做得好养，好。个改到啊哈，由左向右，由左片向右片，你说由右片向左片，安尼立正了。做唔得一个方向天啦哈，好，睇小心朋友，向下来，又向下走，左手张来，好，向前，好，向左，吸气，好，吐气，好，立正了，然下巴安尼靠近脖子，好，也可以安尼下眼哈，哎，靠近安尼立，好，安尼立。高转来，啊，个安尼哩，安尼，差不多3天到5天，安尼哩，吸气，好，高转来，好，安尼哩，好，不用躺松，好，漳州的反方向，右片，中间，左片，前面，右片，中间，左片。前面，好，改到哦，记得咯，下眼要往下，好，慢慢的立正来，最后结束去的左腿要到正前面转来，好，转来以后呢，你做好嘢记得哈，数，搓了，找到数，好，收哈，等下佢安尼，哎呀，削啊，按摩一下，削啊，按摩佢哈，因为真人动酸啊，你当然哈，降紧做安尼。全身最重的地方喺人的头呐，好啊，降紧来支撑佢这动辛苦哦，好，乡亲朋友，你就做动好哦，听玉美老师安尼向下做瑜伽，我本事都百岁健康哦，安姿势。